公共部門嘅一啲人員配置啊、部門嘅架構重組方面嘅一啲嘅建議啦，講咗點樣指出咗啲咩問題嘅，咁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去溝通去討論。我哋再聽下位聽眾嘅來電啦。而家接到蘇生，早晨。早晨。早晨。早晨啊，咁啊3年嘅央積金咧，4年嘅消費卡咧，特首馬上批翻出嚟啦，因為點解咧？財政司又冇人做啦而家，咁紀律部隊咧，必須必要，我去信咗阿黃司長嗰度噶啦，向佢請求，全澳公務員個個都效法祖國時期嘅退休制度，係嘛？嗰日阿黃小姐咧就答覆話我送禮物，我唔係送禮物啊，唔係送禮物。我哋即係都係傾公務員咧，嗰個審計報告你有咩睇法啊？咦，今日你出現嘅，我以為你去咗日本旅行，有冇去啊？冇。點睇啊？有冇留意嗰個審計報告？即係同公務員有關嘅。係啦，審計報告咧真係胡言亂語，係嘛？點解你唔審計？而家政府咁多錢，係嘛？你唔俾翻啲紀律部隊去退休？嗱，我叫咗黃司長啊提案上去俾阿張永春我老友嗰度，係嘛？咁你哋審計處啊，政府嗰啲貪污你哋唔敢審，專審埋啲無謂嘢，係嘛？你而家個審計處好似以前嗰個文化司做嘅喎，係嘛？文化司之前係搞到澳門烏哩關刀，疫情係死好多人，又唔使負責嘅，係嘛？唉，阿高生你話點搞好咧？個個上個澳門好，嗱，好似琴日立法會啊，公職人員協會阿黃德來教授啦，大力去宣傳，希望立法會咧啲會員咧唔好唔做唔錯啊，即係口蜜腹劍，好似工聯會嗰個李靜儀係嘛？我已經向主席張永春投訴咗佢啦。應該有福嘅，過2日我就去立法會追嘅啦。佢無理打壓高天賜佢話我同高天賜賄選啊！我一個人點開放日你有冇去立法會啊？有啊，我陪阿黃德來教授啊，不過我唔亮相咋。你知我係嫌犯嚟噶嘛？而家同埋阿廖女士都係嫌犯，但係我原諒，可能會原諒。可能啊，會原諒。有冇咩其他議題啊？差唔多咯，時間。嗱，仲有咧，嗰個民生嗰啲咧，啲消費卡你要馬上派噶啦，高生，係嘛？你唔派咪餓死晒啲老人咯。我啲老人食。時間都差唔多啦。多謝高生。我哋嗰部時前。OK。5月29至31日，來自26間